台湾数据拢有无共款的水果，农粮署甲农村发展基金会最近就推出6本小解水果的故事册，嘛按算要用表演，还是讲 DIY 动手做去学校来推广食农教育。 台湾是水果王国，咱水果串冰、水果饮料，各项拢有。这个外国人嘛拢真爱食咱的雪茄、山野等等。为着要互囡仔了解台湾的水果含农业知识，农粮署甲农村发展基金会共同规划6本介绍无共水果的绘本，即嘛要个透过无共活动，入去到校园推广食农教育。透过绘本的一个导读，那另外也能够透过相关话剧的一个演出。 那甚至是用DIY 的一个体验，那用这个3个方式能够认识到我们台湾的一个水果，进而支持我们本土生产的一个水果。 绘本有讲到爱文、金红等等，真侪台湾店看到的山野的品种，嘛有教大家安怎种柚啊，内容真丰富。农粮署要伫新北、宜兰等5个县市加强宣告，经过小做绘本食农教育的示范单位。申办第1场的新北永和国小表示，会当结合无共形式来推广阅读和农业，因相信学生会真有兴趣。绘本呢是最容易入门的一个阅读的形式。 那透过插画以及各项呢，我们设计过的内容，让小朋友可以快速且深入的去了解绘本里面相关的一个叙述的内容事实。农粮署表示，目前这6本册拢有电子版，放伫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网站开放给民众使用。今年农粮署会阁继续出新绘本，嘛会和各地的图书馆谈合作，希望把食农教育撒去到每一个所在。记者卢尚如、郑春友、新北报道。